喺香港呢個相對富裕嘅城市，竟然有 BB 因為媽媽疏忽照顧而監生餓死。涉案嘅媽媽叫蘇淑儀，32歲，無業，有5個仔女，同其中3個仔女住喺葵涌區劏房，男朋友每星期至少到住所2日。案情指被告蘇淑儀喺去年2月初生咗男嬰陳浩文。浩文出世時重2.85公斤，社工2個月後家訪，覺得浩文過瘦。蘇淑儀話每日餵浩文3至4餐，每次200毫升奶。社工叫蘇淑儀加餐，蘇淑儀話浩文寧願瞓都唔想食。去年5月，亦即係浩文3個月大時，蘇淑儀發現浩文冇反應，帶佢求診，浩文送院後證實死亡。驗屍報告顯示，浩文體重只係僅超過3公斤，係正常同齡 BB 嘅一半，多個器官已經萎縮，係喺冇足夠食物下餓死。警方喺被告屋企揾到奶樽，發現樽入邊嘅奶水係正常濃度嘅60%。兒科專家認為奶水過分稀釋，令浩文長期營養不良致死。被告接受警方問話時話，每隔4個鐘就餵奶一次，每次用5盒奶粉開奶。2至3星期就飲完1罐奶粉，但警方發現，如果按被告所指嘅份量開奶，10至12日就飲完1罐奶粉，而唔係被告所講嘅2至3星期。法官謝沈智慧見到 BB 皮包骨嘅相後話，比第3世界兒童更加恐怖。被告係5個仔女嘅媽媽，點會唔察覺個仔過分消瘦？如果被告冇錢，可以將個仔交俾社署接管或者俾人收養，而唔係監生餓死佢。被告蘇淑儀星期2喺區域法院承認疏忽照顧兒童罪，法官下令被告還押至下星期5，等待精神、心理等報告先判刑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